第11课，好甲歹诶萝卜。耶稣所住诶国家，好掠人常常去旅行，去真远诶所在，因诶钱常常交互因诶萝卜。伫马太第25章，耶稣讲一个关系一个好掠人诶譬喻，一个人要去真远诶所在旅行，好掠人照伊诶萝卜来，伊讲：我要去外国。我无伫咧诶时，我有钱要交代恁。伊甲一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5000箍，你着小心去做生意，趁钱。伊甲搁一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2000箍，你着爱小心去做生意，趁钱。伊甲第三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1000箍。你着小心去做生意，唔通平单。我转来诶时，要甲你算数。以后，迄个好掠人倒去外国，有5000箍诶迄个萝卜想讲，这是真济钱。我若做生意，看会通搁趁5000箍阿卖。若会通安尼，我诶主人甲我算数诶时，伊一定真欢喜。伊就准备做生意。第二个萝卜想讲，这是真济钱，我要做生意趁钱。迄个第二个萝卜也用伊的2000箍去做生意。领着1000箍的迄个萝卜真平淡，伊想讲，我的主人是真严的人，我真惊伊，我才无爱用遮的钱去做生意。我要掘一个坑。伊去掘一个坑，藏埋伊的主人的钱。伊掘真深的坑，藏埋迄个钱。真久以后，这个萝卜的主人对外国转来，伊照伊写的萝卜来要算数。第一个萝卜来讲，你摕5000箍互我，我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箍。伊的主人讲：好啊。好，搁真重的萝卜，你伫少的代志已经真重。即马我要设立你来管真济的，你会通甲我3块落。第二个萝卜来算数的时，伊讲：我有搁趁2000箍。主人讲：好啊，好，搁真重的萝卜，你伫少的已经真重。我要设立你来管真济的。你通甲我30块落，人若伫少的代志真重，要得到较济。最后，一个领着1000箍的萝卜入来，伊讲：主啊，你是真严的人，你要袂亚真的所在，就要收我，所以我真惊你。你去外国以后，我掘一个坑，藏埋你所交代我的钱。我毋敢去做生意，就将你的钱甲伊藏埋起来，好钱拢无失落。你的1000箍伫遮，我要还你。伊的主人点点甲伊讲：歹，搁变大的萝卜啊！你知影我真严，了袂亚准的所在，就要收我。你应该去做生意，你应该去趁钱。你无爱趁钱。变倒你将我的钱藏捌。以后，迄个好掠人甲伊摕转来迄1000箍，来互迄个有5000箍的人。好掠人阁讲，骨力用伊所有的气力，迄个人会得到较济。贫惰无爱用伊所有的气力，迄个人要失落伊的福气。伊将迄个贫惰的萝卜甲伊赶出去。